Hello 阿谷，咦你喺度整緊啲咩啊？哦，我啱啱同朋友玩完 Rummikub，而家執翻啲牌。哦，我都好多朋友玩呢個喎，但係我未玩過啊，點玩㗎？哦，好容易嘅咋，等我教你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Rummikub 咧係由以色列人喺40年代發明，由於個形狀同埋洗牌嘅過程咧都好似麻雀，所以又被稱為以色列麻雀。我仲知道 Rummikub 可以訓練邏輯思考能力，有研究指出佢有助於預防腦退化，大人細路都啱玩啊！最適合呢個護老者同埋屋企長者一齊玩，可以放鬆心情之餘，仲可以幫助訓練腦筋同埋減緩腦退化。快啲一齊學下點玩啦 Rummikub 咧總共係有106隻牌嘅，數字牌咧就由2套4種顏色，由1到13數字牌組成。咁呢度就有104隻啦，另外再加2隻百搭牌添。百搭牌又有咩用㗎？一副牌入邊咧只係得2隻百搭牌啫，佢係可以當成任何顏色同任何數字嘅牌㗎。呢個遊戲咧通常由2至4個人玩，個目標咧就係盡快將自己嘅牌出晒，咁就叫贏㗎啦。每一局開始之前咧要先洗牌，將個牌背咧向上，7隻牌為之一沓，咁樣搭好晒之後咧，每人咧就攞2沓，即係14隻啦，然後放喺自己嘅牌架度。通常咧就會按照顏色嘅順序去排列，咁就容易啲睇啦。我啲牌好晒啦，咁點樣先可以出晒啲牌㗎？教你出牌之前呢，要先講下咩係合格嘅牌組。每一個牌組呢，最少要有3隻牌，有2種組合嘅方法嘅。第一個係由相同顏色，而且數字係連續嘅牌組成嘅。哦，咁我可唔可以將隻1放喺13嘅後邊呢？唔得㗎，因為1呢永遠係最細嘅數字嚟嘅。嗱，另一種組合嘅方法呢，就係由相同嘅數字，但係唔同顏色去組成。哦，我哋成副牌咧就得4隻顏色嘅牌嘅啫，所以呢個牌嘅組合最多只係有4隻，係咪呢？啱晒，跟住咧就講下點樣出牌咯。所有人喺正式出牌之前呢，一定要破冰。破冰係指只係用自己嘅牌排成一組或幾組一齊出。最重要嘅係呢，所有出嘅牌嘅數字呢，加埋至少要有30分，而百搭牌呢，就計佢代表嗰隻牌嘅數值。哦，我呢度應該唔夠喎，咁我要點做呢？如果破唔到冰，就要抽一隻牌，然後輪到下家出牌㗎啦。如果輪返到你嘅時候已經破咗冰呢，你就可以出一隻或者幾隻牌，重新排列過台上高嘅牌呢，只要形成合格嘅牌組就得㗎啦。當然喺台上嘅牌呢，係唔可以抽返嚟擺返入自己嘅牌架嘅。如果出唔到呢，就要抽牌，同埋結束自己嘅回合。答啱啦，等我出啲題目考下你先。第一題，呢個情況之下呢，你可唔可以破到冰呢？俾5秒時間，大家一齊諗下啦。我哋可以出紅色6，換走百搭牌同埋黑色11同埋12，組成新嘅牌組，同埋黑色嘅4、5、6都可以組成牌組，咁加埋就超過30啦。答錯咯，因為破冰之前呢，只可以用自己嘅牌，係唔可以調動台上邊嘅牌㗎。第二題，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你可唔可以出到牌呢？俾5秒時間，大家諗下。我話可以咯。藍色7同黑色7可以同台上嘅紅色7組成新嘅牌組咯。答啱一半啦，你仲可以用自己嘅紅色11、13加埋台上邊嘅紅色12組成牌組㗎。最後一題啦，出條難啲嘅。呢個情況之下，你可唔可以出牌呢？大家一齊諗下啦。
可以啊。首先將台上嘅紅色、黃色同埋黑色嘅11至到13重新組成3個同數字、唔同顏色嘅牌組，之後就可以放黑色13入去呢個牌組咯。答啱晒，睇嚟你已經掌握到 Rummikub 嘅玩法啦，恭喜你啊！哇！原來 Rummikub 咁好玩嘅，可惜我陣間約咗人，唔夠時間玩多一鋪添。唔緊要啦，嚟緊我哋會喺6月7號星期六嚟嘅，上晝10點半到12點半喺月齡活動室舉辦一個 Rummikub 嘅體驗日，俾大家試下玩 Rummikub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呢，大家可以掃呢個 QR code。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報名啦！鍾意我哋嘅片嘅話咧，就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啦！好，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